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丁、曾信凯即摆甲在地企业结合，23号上午伫咧河尾关会站举办关会活动。即摆参加的企业除了有东业开发有限公司、欧帕时来设计工程、50建新开发有限公司等，拢总6间无同的企业共同来举办即摆的关会活动，希望会当伫会库欠汇的状况之下，鼓励民众社会来关会。非常感谢叶董事长这一次可以这样的协助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咱知影讲即马疫情一段落了后，其实会当讲的出现了我们的血荒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都听到很多医疗院所，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捐血中心有这样的声音，所以真的感谢。我们叶董事长这样的一个发心，让我们可以来举办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社区的民众、里民拢会当行出来，关出家己的爱心，用血来救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立委甲议员嘛亲身到现场关心每一位愿意捐出热血的民众，同时嘛希望会当互更侪人愿意来响应关会活动，透过捐出热血来帮助更侪人。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东业国际开发我们的叶国书董事长他特别发起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捐血活动，那让以真跟廷飞还有曾信凯议员服务处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爱心企业一起来参与那主要是有感于这个疫情渐渐过去那血荒非常的严重，所以呼吁大家疫情已经趋缓了，大家踊跃来捐血大家一起来做爱心，然后让大家来度过这个血荒。因为从5月份开始疫情严峻之后，也听闻到捐血中心这边有一些资讯就是有缺血的现象刚好趁今天假日然后来到捐血中心这边来捐血。对疫情爆发到目前为止，会库一直拢是严重欠血的状况。立委甲议员即摆特别甲在地企业共同来举办活动，希望民众会当加来参加，做伙成为上有爱心的快乐捐血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好。